第5天，又阁是因为羊仔的关系，我才知影小王子生命中的即个秘密。伊也无大回头，就雄雄来甲我问，敢若是伊进前就已经思考真久啊。羊仔若是食灌木的，敢嘛会食花？羊仔看到啥就食啥。有刺的花，伊敢要食？袂哦，有刺的花伊嘛食。那安尼，生遐个刺有啥物路用？我嘛毋知。迄时阵我无用试试，要甲引擎内底一粒锁较暗暗的螺丝存互开。我足烦恼的，因为飞行机各种的情形，原来比大仙看到的搁较严重。我量上会当啉的水愈来愈少，互我惊会出上歹的代志。遐个刺有啥物路用？小王子若是问问题，就一定要问出一个答案才会准煞。我为着迄粒螺丝已经气到要噗噗跳，所以就凊彩甲花讲，刺根本就无路用，拢是遐个花夭寿毋正款，超工要甲人插。啊！伊点点啊无讲话了后，敢若甲我认咧，佮话讲，我就无要甲你信道，花是真脆弱的，花是无辜的，因尽量保护家己，因就是遐个刺会去共惊着。我无佮讲啥。迄当时我心内咧想讲，即粒螺丝若是佮存袂开，我着摕棍槌仔来讲。小王子又搁一摆伫遐甲我搅扰。你敢相信花？则无咧，则无咧，我啥物拢无相信，我凊彩应的尔。我当咧无因最重要的代志。伊目睭金金甲我认。最重要的代志。伊看到我棍槌仔摕咧手，指头仔乌扫扫，过甲转转机油，拍伫咧一个伊看起来足歹的物件顶悬。你讲话都亲像大人共款。这互我感觉真见笑。毋过伊足无情继续讲，你拢甲掺做伙啊！你拢甲搅做伙啊！伊气甲规个面碰晒晒，伊金色的头毛伫风中咧飞。我知影有一个面红红的人住伫一粒星星顶悬，伊前到今嘛毋捌闻过一蕊花，嘛毋捌看过一粒星，伊毋捌爱过一个人，除了算数，毋捌做过别项代志。毋过，伊逐工讲的话，拢甲你共款。我是一个足迷乱的人，我是一个足迷乱的人。伊安尼方式，都感觉足嚣摆的。毋过，这毋是人，这是香菇。是啥物？是香菇！小王子气噗噗，激一个死人面。花有发刺，已经有几百万担，让我照常食这的花，嘛已经有几百万年啊！咱认真去了解看卖，遐个刺若是无路用，为什么花要遐尔火起来发刺？这敢讲无重要？羊仔甲花的这场战争敢无重要？这敢袂比一个红面的大裤带的笑较重要？我若知影有一蕊花是独一无二的，别位拢无，干那我的行星顶悬才有。毋过一只羊仔囝都会使甲破坏了，可能一早起都甲食掉。因家己也阁毋知出啥物代志，这哪会无重要？伊规个面红讲讲，佮继续讲。若有人去爱着这几百万粒星顶悬，独独有一蕊的花，伊看到这个星，会感觉真欢喜。安尼都有够啊！伊心内会想讲，我迄蕊花伫遐，
毋过杨我若是将迄蕊花食了，对伊来讲，都袂输天顶所有的神花，拢袂到啊！这敢讲无重要？伊已经讲袂出话啊！伊雄雄煞开始吼。天色已经暗啊！我将家私囥伫边仔，我照家己的杠腿仔落死，照家己喙焦，搁惊死。伫一粒星，一粒星星，也就是伫我的地球顶悬，有一位小王子需要安慰。我用手甲揽咧，甲伊哪摇哪笑。我甲讲，你爱的花吼无危险啦。我甲你的杨仔画一个喙暗啊，我甲你的花画一个搭。我嘛毋知影应该讲啥较好。我感觉家己实在有够含慢。我毋知影要安怎去甲话讲到伊的心肝底，安怎去了解伊的痛楚。唉，目屎的世界有影是足神秘的。